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。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啊，在梦里，梦里，梦里见过你，甜蜜笑得多甜蜜，是你，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。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啊，在梦里，噜噜噜噜，噜噜噜噜噜噜，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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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，噜噜噜噜噜噜。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啊，在梦里，梦里，梦里见过你，甜蜜笑得多甜蜜，是你，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。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啊，在梦里。大家好，又係我 channel 喺度同大家分享齊齊學 ukulele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一首歌就係鄧麗君嘅《甜蜜蜜》。我相信喺網上邊好多朋友呢都係鄧麗君嘅 fans 嚟㗎嚇，咁所以呢，就雖然自己嘅普通話呢非常之普通啊，不過抱住就係同大家分享個彈奏技巧，咁所以呢，就唱得麻麻地呢，大家多多包容啊。係啦，咁大家學識咗之後呢，咁希望你彈同埋唱呢都好聽過我就得㗎啦嚇。好啦，咁我哋嚟咧試下聽下呢首歌點樣唱先。甜蜜蜜，嗱，呢首歌係4拍㗎，一陣間我數法就係1 and 2 and 3 and 4 and， 4拍裏邊數8下，每一下代表半拍咁解。逢親第一同埋第3拍我都拍掌，其他嗰啲拍子機就幫我數啦。第一個字嘅甜字就係第一拍嚟嘅喎嚇。好，我哋聽下拍子機聲先。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開在春風裡，開在春風裡。在哪裡，在哪裡見過你？你的笑容這樣熟悉，我一時想不起。啊，在夢裡，夢裡，夢裡見過你。甜
笑得多甜蜜。是你，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。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啊，在夢裡。甜蜜蜜嗱，呢首歌係 C 大調4拍子，佢由於咧第一個字嘅甜字就係第一拍嚟㗎嚇，彈嘅時候好好彈喎，得3個和弦嘅啫。第一個當然就係 C 啦，0003，第二個係 G7 0212，仲有一個就係 A minor 2000，哇，得呢3個和弦嘅啫。好，我哋先嚟唱下第一段，我哋叫做 A1 啊。A1 佢係唱乜嘢㗎？佢就係第一個字嘅甜字就係第一拍啊嚇。甜蜜蜜，你笑得多甜蜜，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，開在春風裡。嗱，咁就係第一段啦。咁啊唱咩㗎？佢用啲咩 chord 啊？佢就開頭就係 C 4拍，跟住 G7 2拍 ，C 2拍，跟住翻嚟 G7 4拍，再嚟就係 C 2拍 ，A minor 2拍，繼續係 G7 4拍。好，聽多一次啊！佢就係甜蜜蜜，你笑得多甜蜜，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，開在春風裡。咁就完咗嘅 A1 啦。嗱，嚟到 A2 啦，咁啊即係正歌嘅第2段啦嚇。正歌嘅第2段嘅彈法同正歌嘅第1段呢9成相似啊，只不過爭咗最尾嗰個 chord。正歌嘅第一段 A1 咧，最尾佢係 G7 嘅，依家咧將佢改做 C 嘅啫，啊係依個位置唔同咗嘅啫，聽下咯喎，又係由 C 開始㗎。在哪裡，在哪裡見過你？你的笑容這樣熟悉，我一時想不起。嗱，我一時想不起，我一時嘅一就係 A minor 啦，想不起嘅起就係呢個唔同咗啦，就係個 C 嚟嘅。啊 A1 嗰段咧就係個 G7 收尾，依家 A2 咧就係 C 收尾。啊咁未唱完嘅喎，佢仲有一句嘅喎，佢就啊在夢裡。嗱加埋呢句啊，呢句係咩嚟㗎？佢就係 C 4拍 G7 2拍 C 2拍，聽多次。啊，在夢裡。嗱，咁呢個 A2 咧，我哋就彈晒啦。到嚟副歌啦，嗱，副歌咧就容易彈啦嚇，佢好容易數嘅啫。佢係 A minor C， 再嚟 A minor C， 跟住2個 G7， 正話呢啲全部都係4拍嘅，啊，係咪好好記啊嚇？呢個容易記好多啦。佢唱乜嘢㗎？佢就係夢裡見過你，甜蜜笑得多甜蜜，是你，是你，我夢見就是你。咁就唱完個副歌咯喎，翻轉頭咧，佢就重唱翻 A2 嗰段啦，就係在哪裡，在哪裡見過你？你的笑容這樣熟悉，我一時想不起。啊，在夢裡。
咁就完噶咯嚇。所以正話呢個 A2 呢一段呢，我唔再介紹翻佢嗰個彈法啦。咁你可以重聽翻 A2 嗰段呢，就 OK 噶啦。甜蜜蜜嗱，我今次咧係用 C 大調嚟彈嚇。一陣間我彈奏方法呢，因為呢首歌比較慢歌呢，一陣間我彈法就係手指公由第4線最頂嗰條線一路撥到落去第1線。呢個就係撥法啦。用手指公個肉撥落去。一陣間撥嘅時候，逢親第1拍、第3拍我都撥落去嚇。好，聽一次咯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，開在春風裡，在哪裡，在哪裡見過你？你的笑容這樣熟悉，我一時想不起。在夢裡，夢裡見過你，甜蜜笑得多甜蜜。是你，是你，夢裡的就是你，在哪裡，在哪裡見過你？你的笑容這樣熟悉，我一時想不起。在夢裡。甜蜜蜜嗱，呢首歌我用 C 大調嚟彈啊，佢係4拍噶。咁一陣間呢首歌係慢歌嘅話呢，我就用1拖6歐，意思即係話拖就佔1拍噶咯。然之後就係2、3、1、3、2、3，呢啲係線嘅 number 每個動作佔半拍咁解。但有時係2拍轉一轉，2拍轉一轉咁點啊？如果2拍轉一轉呢，拖完之後2、3咁就2拍啦。下一個 chord 又係拖完之後2、3咁就2拍轉一轉，2拍轉一轉啦。好，我哋嚟試下嚇。1、2 and 3 and 4 and 1、2 and 3 and 4 and 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，開在春風裡，在哪裡，在哪裡見過你？你的笑容這樣熟悉，我一時想不起。在夢裡，夢裡見過你，甜蜜笑得多甜蜜。是你，是你，夢見的就是你，在哪裡，在哪裡見過你？你的笑容這樣熟悉，我一時想不起。在夢裡。甜蜜蜜嗱，呢首歌係 C 大調4拍子，咁我依家咧試下唱佢個和弦啦，即係唱佢啲 chord 出嚟聽下。等啲朋友有時咧聽啲 chord 咧都知道點樣轉位嘅啫嚇。好，我哋嚟試下。佢第一個字咧個甜字咧就係第1拍嚟㗎嚇，佢就係 C G7 C G7 C A my line G7 嗱，咁呢個就係 A1 咯，A1 唱完啦。
跟住到 A2咯，又嚟過，佢就係 C G7 C G7 C A minor C。咁 A2咧仲有一句 C G7 C。咁我哋 A2 段咧就唱完啦，跟住到副歌咯噃。副歌咧就係 A minor C A minor C G7 噔噔 G7 噔噔。咁呢個咧副歌我哋就唱完啦，跟住佢咧就重唱翻，就係去翻 A2 嗰段咯，又嚟個 C G7 C G7 C A minor and C， 最尾一句 C G7 C， 咁就成首彈完啦。接落嚟要講嘅呢，就係呢首歌起初嗰幾個音要彈好啲，唱準啲。好多時我發現啲同學呢，唱個音準呢都有少少走走地咁樣嚇。好啦，頭嗰幾個音係咩啊？咪嗦啦咪，係啦。我哋唱緊 C 大調喎，究竟呢個咪嗦啦咪喺邊條線邊一格啊？就係第二線空弦，呢個就係個咪音。個蘇音呢，第二線第三格。個拉音呢，第一線空弦，所以就係咪嗦啦咪。你想唱多句呢？哆唻哆唻嗦咪，其實夠噶啦。唱到幾個音，攞準佢，咁後邊嗰啲呢，咁中嘅機會就好大噶啦嚇。好啦，最後同大家分享嘅呢，就係我喺呢幾年裏邊呢，都介紹咗唔少嘅歌曲嘅。依家呢，正正呢，就喺度整理緊，即係收輯緊自己以前啲歌曲會唔會可以再表達得好啲啊？或者等大家聽嘅時候，睇嘅時候呢，容易明啲啊咁樣。所以我喺個筆記，其實筆記呢，大家呢唔知多唔多用啊嚇。我通常呢，筆記係代表咗啲歌詞啦，或者呢就係嗰個吉他譜。通常擺喺邊度㗎？我擺咗喺個描述區度嘅。大家可以多啲去善用下嗰個描述區，咁變咗呢，一路大家睇到啲歌詞或者聽到嘅時候呢，都知道點樣去學彈首歌咁解嘅啫。咁整理完之後呢，希望不久嘅將來呢，我就慢慢擺翻上網上邊，等網上自學嘅朋友呢，可以學得更加輕鬆同埋容易啊！如果大家都支持我呢個工作嘅話呢，不妨俾個 like 啦，甚至就係可以將我嘅影片 share 俾其他朋友，等大家咧都可以中意嘅喺網上邊自學，咁都 OK 嘅。好多謝大家先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